公主啊，你看卖啊，即摆外面的雨势都遐尼啊大，你即摆出去是压甲规身躯湿糊糊，我看你毋通对去啊啦。也毋过，阮兄弟，伊是阮约的师兄，如果受重伤伫的，我想伊走无偌远啦，无你闪啦，我掠伊啦。唔通啦！哎呀，拢都是你。公主啊，你嘛听我讲者，拄则萧公主走的时阵吼，雨嘛无落遮尔啊粗，你即摆要出去吼，迄路你都看袂清楚，我哪会找着人啦？是啦，朱公主，阮兜虽然善食，毋过阮一间厝的房间是有几啊间啦。如果你若是无去嫌，无你就暂时踮咧阮兜住几工啊。啊，我若出来卖药的时阵，我才替你探听萧公主的下落，安尼毋就好？啊，是啦，公主，明仔载透早我一定出去找伊消约。伊既然来到这个苏州，伊绝对无可能遮紧就来离开啊。你拄则是安那袂现身？我现心要创啥物？你赶来苏州，敢毋是要见关玉霄？无毋对，我是要看，但是无一定伊爱看着我。我即马暗中一定看着伊咯，就无一定爱现身。哎，我实在真袂明白。你对遐连远的所在赶来遮，只是要看伊关玉霄，这到底是为了啥物？为着要看伊的情况，为着要知影伊的心情，为着要看伊近来是较肥也较瘦。我实在真欣赏你关玉霄。你甲我炊烟轮出入相对，形影不离，调色相随哟。你的心愿已经了啊，何必羡慕伊关玉霄哦？我虽然对你情意深，至今也治袂着你的心。咱当初遗忘，互不干了，怎能袂欣羡关玉霄？你当初就已知情以后啊，吹无伊爱是伊关姑娘，玉箫却爱迄个自修，你何必将真情付水东流？自修乃是一国之君咯，又将江南花宫阿文，玉箫之心，我拍伫运咯，早晚的投降啊！哈哈，我吹烟魂。因为，那呢，咱过去迄段恩爱，咱并无恩爱，咱有约束。你是心甘情愿甲我斗阵，有一天的玉箫若倒转来我的身躯边，你立刻就要离开的啊！翠燕，你的心肝来这么强？心肝若无雄，是要安怎叫做玉面虎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关玉箫，你任务无完成，竟敢来见我？你啊，我是专工要来甲你讲，周勇的武艺高强，
我并无机会对伊自首下手。自首对你，敢若亲像亲兄弟，你免哪会无机会通我下手？分明是伫咧强辩。你啊，你误会我，我真经对伊自首下手。啊，若无，我哪会去互周勇刺伤呢？因为周勇一开始就伫咧怀疑我，所以伊不管是拢封闭我。即摆我会失败，也毋过伊无掠到我的破绽，也若无，我就袂当搁再接近自首咯。照你安尼讲，周勇的武功胜过你。是啊。也周勇的智谋也胜过你咯。无毋对啊！你啊你！你的伤果然不止啊重啊！你啊，原来你毋相信我的话。你竟然无法度通我除掉自首，我也无要搁勉强你。那呢？你要放我煞？放你煞！关玉霄，你去走翠燕，自愿要替完成任务，我免哪有遐尼简单就放你煞？我爱你，去甲自首，偷摕玉女。若有玉女，王爷同款会当起诉这件代志。你大概会阁做袂到吼。我任务你若是完成，王爷袂亏待你，同时也袂亏待恁老爸。阮阿爹，恁阿爹，我已经将伊押来南昌了。你啊，我会用救阮阿爹一面无？当然会用的。老孙，再将关帝哥来押出来。是，驾。阿爹啊！阿爹！阿爹，你哪这个？你啊，你对阮阿爹安怎？你放心，恁老爸只不过是标毒伫咧发作，应该食解药的时阵。阿爹，阿爹！恁老爸要甲伊押来苏州的时阵，伊竟然妄想要脱逃，只好就想伊一支啊毒镖啊！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你可记住阿爹！你啊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该要阮阿爹好无？我叫你办的代志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，只要你该要阮阿爹。阿爹，阿爹。老孙，再将关帝哥押入去服解药。是，驾。阿爹，阿爹。关玉霄，你甲我真足听，让你即刻去完成任务。苏州百万富翁造吉，正经任过服部氏咯。伊也是王爷的忠心的一个人。有啥物代志，到左府来去找我。我是
人都唔带哦，免我再讲。哎，周老爷，那张公主哦是文质彬彬的，若是来甲恁千金订婚哦，足适合的，你免阁考虑啊啦。我过去虽然是士官体质，我也是一个户部侍郎啊。一张家是凭什么资格，要来跟我祖父提亲？周老爷，好啊好啊好啊，走，上客上客。是，你莫有啊，请你好行。周老爷，也无你阁考虑一下啦。若好，再叫人来甲你。行来行来，免考虑啊啦。免行，你知哦？啊，你慢慢仔行较好。老爷，啊是讲这个张家吼，我也是真颓啦。甲你细量也无提起来，啊小小一个土财主了呢，啊较高攀那侍郎的千金。若发资格，伊将来富贵是无比。要叫我的囝婿，上无嘛着皇亲国戚，王侯在上。要若无呢，是要怎样听阮查某囝？今仔日又搁无来啊！你是咧讲谁无来？小姐，伫咧别人的面头前，你会隐瞒你的心思；伫咧我村头的面前，你有何必装忙做掩饰？你心内伫咧想啥物，我拢总知。你这死查鬼啊！好嘛，要无你讲我是伫咧想啥物？小姐，为你心气正世宗，要有声声头晓冲，楚雄之英天上流。归回游啊，归回游。唔准你后白讲。小姐心事虽不讲，分明是为美游龙。独在堂前暗思量，三日不见为哪种？玉英只是心甘柔，愈惊生活可袂游，为了可顾家中受，今年三日无要游。李三郎，敢会是破病啊？破病啊！小姐，你上莫安尼啊着急啦！我只是学白药的你，好听着李三郎已经找到更较好的头路，改行无要卖药嘛无一定啊。三郎已勤奋好学，为着生活袂当专心读书。假使若是有人帮助伊，互伊会当专心读书者，伊未来的前程一定是无可限量。小姐，既然敢若安尼吼，要无咱就来恳求老爷，叫伊摕200两银来帮助伊。那安尼，敢毋是啥物问题就能解决啦？阮阿爹的个性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伊要哪有可能去帮忙一个卖油的咧？搁再讲，这件代志，我嘛不便向阮阿爹开口。
也毋过，小姐，你对李三郎一片的真情，总是爱找机会甲老爷讲啊。这边哪会用你讲的嘞？阮阿爹绝对袂答应。我甲你拢的代志，就是爱靠缘分咯。我甲你确实是会足有缘的。自从看到你了后，我已经3工无出去卖油啊。逐工我就干那想要甲你斗阵，想要甲你讲话。请。也毋过吼，安尼我煞甲你耽误着去找找萧公主的下落，我实在感觉足歹势。这哪有啥物要紧的？照样去找，毋是共款。其实我嘛真爱甲你斗阵，所以咧，我打算已经住伫这个附近要找一间厝，咱毋再用咧逐工见面。真实的啊！啊，安尼实在真好。朱公主，安尼是毋是合作一见如故？对，这正是一见如故，咱会用咧做一个知己好友啊。那安尼足好诶。要毋过，阮阿娘伊甲我讲，恁阿娘甲你讲啥物？朱公主，站阮庙前啊，对我讲，你的举止甲人不相同啊。气质华美，无人比，富贵出身哦，顶无疑啊。虽然我出身是富贵，敢讲咱就袂用咧做一个知己好友呢？我只是一个啊，袂有人，咱结为知己，怎敢当？阮庙亲的之言啊，我爱遵奉，阮何爱难以配啊风风，老友不该哦，论出身，说你有义，哪有亲嘞？一见如故，心相近，天涯难负啊，知己人啊。也毋过，自古正常啊。阮无情，看你苦学，假力强啊。未来前途是无限量，讲代理文生命用啊，你文生命用啊。三郎，哈？每一工你透早都爱去卖油，也要读书咧，这无可能你专心伫咧读册。我想一方配互你，你摕去京城，投考就去武英殿张大校士，伊若看到我的批咧，伊一定甲你收留。留你踮伫伊的府中，你专心读书，准备大毕之年，将考场用起。真实的啊！感谢朱公主。袂用的，袂用的。还佫有啥物通考虑啊？朱公主，阮阿娘已经遐侪岁啊，
我若做我会家己去读书，是要叫什么人替我友好阮阿娘呢？这毋过较简单，要无你就该娶一个某，啊，恁牵手就替你照顾恁阿娘咯。朱公主，当阮兜是遮尔啊善食，阮逐日的三顿，啊，搁还靠我出去卖油，才有我大人依持。我哪有迄才调想要甲人娶某啦？要无我替你娶一个。这要哪会用的咧？是安怎袂用的呢？你就甲我讲，看你心肝内介意倒一个姑娘，啊，我就替你做主啊。啊，准讲我真是有介意的人，啊，人就有介意我是无？是倒一家的姑娘呢？我介意迄个小姐因老爸，你做官做足大的哦。哦，做愈大还阁较好。官做愈大，我才有好讲话啊。朱大哥啊，伊就是做过迄户部侍郎，迄个租家周老爷啊。好，我就命租家伊的查某囝嫁互你。春桃子啊，我是头个用安尼要叫你出来啦。我今仔日毋是要来卖油呢，要若无，你是要来创啥物？我是要来拜访恁老爷的。我要叫恁老爷出来甲我迎接。啊，三郎啊，你有咧起痟无？紧走啦！我毋走啦，我要叫恁老爷伊出来甲我跪咧甲我迎接。你这卖油的啊？好，你是陪你上啊，毋是啊？你个黑白讲，你惊毋惊人讲你？毋是啦，我是要来叫恁老爷出来跪咧甲我迎接啦。什么人好大？我叫农夫出去甲你跪接。拜去老爷。是啊，这个卖油的啦。好他李元，你敢来造虎乱来？大人啊，甲掠伫内面，当拍子则大板。是，啥哩？老爷，我弄个你让我讲，老爷。老夫昨日万来迎接亲戚大人，请恕罪。